快閘嘅馬咧，見到埋邊位置，志勇明嗰中間非凡豪傑啊，外邊啊有暴風之子啊，阿基拉灰馬走上去啦。內欄第5呢就時時精準啦，淺紫色衫第6位中檔99圍攻啊，內欄望63呢咁啊，仲有呢隻勇霸龍啊，馬林中間係一定掂啊，後邊嘅4匹馬啦，南區之星淺藍3響外邊嘅尾4啊，尾3內欄勁好運，中間夾住我做到啊，暫時殿後黃衫係凡凡有餘嚟噶。好啦，接近對面嘅直路頭啦，前面放咗出嚟跑嘅馬就係阿基拉嚟噶，跟住喺第2位智勇名區啊，第3位有暴風之子內欄第4係時時精準啊，第5位出邊99圍攻啊走上去，中間第6位啊仲有非凡豪傑啊，內欄第7就勇霸龍，出邊淺藍3淺藍帽仲有南區之星啊，後邊嘅4匹馬一定掂，出邊我做到啊，尾二內欄粉紅衫勁好運啊，暫時殿後仍然係凡凡有餘嚟噶，去到對面直路尾過呢個600啦。前面佔先嘅馬呢，就埋邊位置阿基拉啊，外邊啊智勇明哥開始上嚟挑戰噶啦，出邊嘅第3位有暴風之子啦，內欄第4啊時時精準啦，出邊呢仲有呢個99圍攻啊，馬林中間第6位呢，仲有非凡豪傑啊，攞出去外邊嘅馬南區之星啦，大外檔仲有隻我做到凡凡有餘嗰啲啊，最後直路啦，前面智勇明區鬥緊阿基拉啊，呢個時候暴風之子率先上嚟啊，外邊非凡豪傑都追啊，出邊仲有2隻南區之星，外邊位置就我做到啊，仲整多隻呢，咁啊凡凡有餘啊，最後100零米非凡豪傑佔先，勁好運越逼越近，勁好運終點前將呢隻非凡豪傑呢，咁啊似乎係超前咗噶啦，第3名嘅馬呢，埋邊有暴風之子，外邊係我做到啊，以為非凡豪傑都好有機會嘅時候，跳下跳下又換咗腳。